中国一个网红，昨个用无人机来空拍到金门的二打岛甲闽好事，国军用干扰枪来反制。但是这个网红讲，完全无甲影响到，伊个经替国军开钱所买的干扰器，这个完全拢无路用，讲43亿5千万是白白来浪费。陆军是来回应讲，外岛反制着无人机的做法，会配合着当地地理环境。若弹这个无人机是手段之一，会考虑当时的状况来执行。为半空中来看，金门的二打岛有官兵摕一个塑胶袋伫行，昨又有中国网友用无人机扰乱金门的离岛2摆，这是最近几年来的头一摆。昨天上午9时许和下午的14时许，的确是在二胆岛跟这个猛虎屿的部分有侦获到中国大陆方面民用级无人机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监视区域，干扰之后，它也造成它的一个被迫返回它原起飞点。国军以信号弹经过了后，抓干扰枪甲反制。这个中国网友伫3月29甲4月7日，捌2摆用无人机翕二打，这摆是第3摆。毋但伫影片中表示讲无人机无损害到，更加表示讲降到对空监视哨20公尺左右。GPS 信号有差，抑阁无影响操作。佮讲国军开遮济钱买干扰枪，完全无路用，43亿5千万白开。有人质疑讲，国军是哪唔直接甲拍落来？各外离岛，它对于无人机的应处，都有结合它的整个防务上面和地理特性去定是否涉及，考虑到它的涉及延伸线的相关的背景因素，还有相关的射程来做一个考量。同一天，国防部嘛侦测到5台厝的军舰甲7架厝的军机扰乱台湾边的海空域，其中4架厝飞过海峡中线，也是进入台湾西南边甲东南边的防空识别区。国军嘛透过军机、军舰甲陆上的反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